龙井的龙泉国小甲龙海国小合作举办暑假科学夏令营，带领小朋友轻松来算科学。囡仔用无共款的物件拍水管，各用乒乓感测所发出来的声音有啥物无共款？为了要偏向学校的囡仔，有参加夏令营学习新知识的机会。龙井区的龙泉国小甲龙海国小合作，将STEAM的理念结合夏令营课程，带囡仔轻松算科学。利用声音或者是那个光线的一个专案哦，让做不同于课堂的学习哈。用不共在这个大结角影片引起学生兴趣，进一步讨论声是对倒位来，哪算哪了解科学。水管的口径、长短、敲出来的声音都不同。这学生囡仔对着这款的课程，拢感觉真趣味。校方嘛希望讲，用科学营的方式，让囡仔透过趣味实验，动手算科学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